南区一搭工地有外籍移工伫咧11楼做事，确实对2楼起伤势严重，唔知影人。家人有阿伯去庙拜拜，却甲藏伫北岛的泡仔店后倒，崩落重伤死亡。美国华盛顿州发生全世界第一件人去为着 H5N5 禽流感的死亡案例，感染源要过来确认。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曹欣。台中南区一搭工地有外籍移工伫咧11楼做事，唔知影什么原因哦，说摔对2楼起伤势严重，唔知影人。另外，伫咧西屯这边惠中路甲市政北7路路口有建案的水管落来陷着车，加载4无人着伤。救护车赶紧将受伤人送去病院抢救，因为受伤人位悬的所在落泪，并无受创，意识已经不清楚。是左边的脸皮这边有翻开，脸皮这边有翻开，然后他的手脚跟他的背部后侧有严重的挫伤。台中市南区复兴路一段一个建筑工地，23下晡1点左右发生公安意外，一个差不多40岁外籍移工伫11楼的厝架作业，不明原因摔到2楼，因为弄的力头真大，移工并无受严重创伤。消防局紧急出动2车5人到场救援，台中市路检局也派人到现场，除了命令停工改善，也照违反这案法开罚。他是在11楼。从事废弃物清除的时候坠落，到2楼。那这个案件我们会要求现场停工，然后会罚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罚款。另外，伫市区的惠中路甲市政北7路口，有民众迄时阵驶伫车道，毋过正头前所雄有几捆的水管落落去，抑有车闪袂赴被撞到。路中这指挥才会袂危险，当地人话无可能讲想要安尼啦，啊，都无法度意外加减拢嘛。正话7期上款，水管好亲像是为这栋要入起的上班大楼落落去，好佳在无造成人员受伤。啊，不过实际打电话福建省无人回应，市府也表示会派人到场了解，若违规的代志会依法开罚，各要求改善。记者综合报道。遐家人今仔早起有一个阿伯去庙里拜拜，哪会知影讲哦，伊甲泡仔藏伫咧身躯，甲泡仔点好倒，转甲腹肚崩破。虽然讲有紧急送病院甲抢救，毋过伤势伤过头严重，今仔下晡1点外宣告即个阿伯死亡。现场有封锁线，警方咧了解采证，看到民众讲代志发生的经过，也是真惊吓。伊家己印落去，才倒起来，我想安那倒起来，嘣哈！所以他身上绑那个鞭炮就对了。对。23早起8点左右，家人到河街即间公庙，一个88岁姓汤的老先生到庙里拜拜。警方表示，老先生好亲像点到藏伫北岛的玻璃物，马上倒伫涂骹哀叫，边仔民众看到赶紧通报警消。啊，毋过爆炸力头伤过强，北岛的空喙严重，腹内流出来，送到中警病院，到院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抢救了后医院救无倒来。年约70、80岁的老人家啊，倒卧在血泊中，脏器外露啊。以前都跌到过，就怕了，然后就把那摩托车卖掉，说不要骑了。是现在年纪大，比较退化了，但是也有时候会在这边聊一下天的。警方也追查到姓汤的老先生事发进前捌到这间香店，好亲像是买炮啊。附近居民表示，伊进前是掠鱼的，知影家己做简单的炸药，这2年来拢是家一个人大，身体状况无好，进前佫因为跋倒歹行路，影响到心情。啊，不过也是伫附近找人开讲，确实原因甲玻璃物的成分，医院爱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这边有一个阿桑哦，昨暗去坐捷运，煞讲风打着骹，有够无欢喜来冤家，也气一个呢，煞甲这个刀啊夹出来，也伊安尼做，根据台北捷运公司的规定，毋但爱罚钱，嘛去互警察依照恐吓罪嫌送法办。警察到位将被偷摸的乘客带离开。啊，毋过伊做啥物？行动警方到场咧。登去几分钟进前，涉案女乘客坐车，甲人伫车内去冤家，所雄雄为皮包内底提出一支果子刀啊。
接警现场查扣水果刀1把，后续由万华分局依恐吓罪嫌侦办。代志就发生在北仔西门站，截至暗时11点外，58岁护理男坐板南线，讲不满伫车顶互10人落着卡，才去冤家愈吵愈凶，一时情绪激动，才摕刀出来。会先远离那个地方，因为我怕他可能也会对我做出一些行动。去过大陆，他们会先通过那个有点类似像 X 光这样，对，而我们台湾没有。今年9月，才有人伫中和新路线，因为劝阻外籍旅客伫车厢内底啉饮料，被绑架手势，去甲摕米缸倒出来。去年新埔站阁发生摕刀伤人事件，这种状况常常出现，爱安怎提悬乘客安全呢？我们在捷运遇到这种事，其实非常少见的，不需要为了这么少见的事情都要先过安检。那我们在这车厢内的影像的辨识其实可以做一些比较异常行为的侦测。北仔公司有明定，刀啊，这尖的物件一定爱妥善包装，才用坐车过站的出入口甲在车顶悬，伊拢搁一摆告示提醒，一定爱收好，唔通流出来。即马搁有摕刀出来事件，涉案护理人勘涉刑事责任以外，也互北仔公司罚一万。记者综合报道。那这稳代替嘛有人违规，今仔透早6点外有上百区间车要对家人七道来出发，也站务人员呢所发现讲这个车厢去红乌白擦，这时间是无法度来清掉，赶紧来换车厢，列车怎因为安尼来前5分钟。另外，伫咧早起9点外，新北厝南有人唔知啥物原因违规钻入去铁轨道，也警察依法加送法办。列车入站，真侪旅客上落车，代替假日客流量真大。延过23透早一班1108次的区间车对贵人七堵车站准备出发，站务人员虽发现有各样车厢外口无经过温准，竟然画图画一大片。本来它原貌是好好的啊，就涂了就好，觉得怪怪的。没有经过同意给人家乱涂，好像不是很正确。它是有一种创意的一个感觉啊，我觉得还不错啊。民众看到也惊一个，根据了解，区间车敢若是伫离暗时收班了后，互挖起的。清洁公司当时无法度清掉，换变做了发车，总共延误5分钟。另外，这款乱画图的行为其实也已经违法。本案涉嫌刑法第354条毁损罪及铁路法第68之2条。本分局已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中。经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调查，不过代替红乱画图，毋是头一摆。伫2023年就一台 EMU 3000型新竹共和列车红乱画，未依照线数掠着人。另外违规的情形，相款伫树林站发生。在9点外，监视器翕到一个查某人，家己行到月台上南边，家己走入去铁轨路，敢若是要翕列车。最后伫9点25分，由站务人员传回交予警察。因为我们必须要强调我们台铁的员工不需要也不应该去负责车站对于各个民众，包含自己的职业安全问题，因为那需要受过专业的训练。自始至终都不遗余力啦。环境的安全这个部分，我们也一直在调整嘛。像我们台北站，我们就增加了保全人力嘛。其他的我们也视情况来研议。代替表示，两桩个案都无影响到旅客安全，针对场站安全也拢继续加强。另外，员工的人身安全也同步来强化，以自我防范为优先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讲美国华盛顿州是发生全世界第一件人去挖到 H5N5 禽流感的死亡案例。也感染完也个确认，这站是引起注意。为何部长赵宗良就表示讲，即马是无证据来显示讲禽流感人挖到会来互相挖哦。也疾管署会继续监测这个 H5N5 的病毒。对华盛顿州的旅游建议是维持一级的注意，民众若要出国请唔通接触到鸭啦、鸡仔啦、粉鸟啦，才会禽鸟类。防疫人员穿防护衫处理挖到禽流感的鸡，严格防堵病毒来探开。禽流感传人疫情搁再引起关心。美国华盛顿州卫生厅2日证实，发生全球头一个挖到 H5N5 禽流感死亡案例。它是所谓的低病原性，也就是说它的致病性并不强，所以它要扩大感染的这种机会应该会很少。唯一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它对人体的这种细胞的附着力
是不是有增强的现象？这个是值得我们观察的。根据官方公布资料，死者是多占慢性病的老人，当时厝内底有刺禽类，并且伫10月初发烧真厉害，人无清楚，也佫有喘气困难这症状。检验结果确认为着 H5N5， 并且伫2月不幸过身，正做全球头一站的病例。最近相关部门继续追踪，确认死者徛家环境有检测到禽流感病毒，不过相关接触者检验拢是阴性，无证据显示有人传人的风险。那这是一个新的这个重组后的变种病毒，那以美国 CDC 目前的评估，还没有造成这个人传人的风险。呼吁国人呢，那么如果有出外旅游的时候，也尽量去避免接触禽鸟。疾管署对今年4月开始，甲华盛顿州旅游建议提升到第1级，将研判大规模传播风险价依然维持。根据农业部资料，咱国今年到即阵总共有72件禽流感阳性案件，疾管署也对相关接触者健康监测，总共列出858人次，检验389件血清的检体，结果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因为发动政变轰破27档，上诉期间呢就要关伫厝的。不过，伊最近想要迫害电子卡寮，伊的目的到底是啥物？最高法院就认为讲，伊有可能来逃亡，转加以裁定预防性的拘留。巴西最高法院公布的影像显示，国家能禁中的前总统波索纳罗卡巴的电子对讲器明显受损。在探员的询问之下，伊承认因为好奇用尖头的电路体破坏。最高法院认为，伊可能是想要借后生，即徛喺外口后点的酒迷活动趁乱逃走，规避被判27年的刑期。日前下令警方将波索纳罗有封性拘留。消息一出来，反对的民众欢喜庆祝司法捍卫民主体制胜利。Eu fiz a postagem convocando para o samba da prisão e até o momento tem 40.000 curtidas e mais de 3.000 comentários. Então assim, a galera tá determinada a comemorar essa prisão aí. 目前，伊被关在巴西利亚联邦警察总部特殊拘留室，支持甲反对者伫警察局外口爆发冲突。波索纳罗的后生甲群众唱圣诗，继续酒迷老百姓控诉政治迫害。A gente não vai desistir do Brasil jam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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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ais. E nem do Bolsonaro. E a gente vai aqui fazer a nossa parte, pedir a Deus que tire o Bolsonaro dessa situação. 波索纳罗在2021年竞选连任失败了后，发动政变无成功，被判刑27年3个月。后来因为想要说服美国干涉，遭到国家软禁。目前在找找各种上诉手段，延迟接到服刑。最高法院要在24开非常会议，审查这摆逮捕令的合法性。波索纳罗造成的分裂对立，也继续影响巴西民主发展。公司新闻是会长评价。观众朋友，今日好天，各地是出日头，敢有好好把握，因为对明仔载暗时开始，东北季风会阁变强，北部、东北部遮风的所在会来落雨，会变较凉冷。从明天晚上开始，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从周2、周3到周5、周4、周5这段时间的话，北部、东北部的天气又会再度的转凉。白天的高温的话，在北台湾的话，红色的线条，在周2到周5这段时间的话，高温又会降到大概21到22度左右。那至于低温的部分，则会来到大概16到17度的附近。咱若伫咧中南部拜2到拜5上寒，敢若剩16度，观众朋友爱注意早暗的气温有差较济。另外，伫咧菲律宾东边的海面有一个低气压，可能会变做风台。目前是预估讲会对南海遐起，对咱台湾的影响会较轻。好，也根据统计，今年出世影8万人内底，都有5000人是对妈妈的性疾哦创纪录。台东、花莲、屏东是头前3名，也因主要拢是母系社会的原住民。高厝价、高物价经济压力下，台湾面临囡仔生少危机。台湾去年是全球生育率上低。根据内政部统计，到今年到9月为止，台湾新生儿内底有将近5000人是对老母生，是历来上多。不过，民众对新生儿是对老爸生，也是对老母生，看法是无同款。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吧，因为不太需要说非得一定要从父姓，从只要双方家长跟背景觉得 OK， 那从什么姓都可以啊。就没有特别想太多，就直接去登记的时候就从父姓了。
根据内政部统计，新兴里第老母县前3名县市内底以台东上多，搁再来是花莲屏东，排伫尾的是云林、嘉义市、甲连江县，比率拢无到4%。学者分析，前3名的县市主要是母系社会原住民，第老母县为主。这一年的那个新生儿从1到9月就下降了大概5000人到1万人左右啦，就是我们的生育率还是继续在下降。从母姓就是那个是原住民的新生从母姓比较高啦，但是汉族人我觉得是没有那么高啦。生产的个案数变少，可是高危险妊娠变多，很多都到高龄之后，或者甚至40岁、50岁才要生第一个。那这些人其实他的复杂度都比以前要难很多。无论是对老爸县也是对老母县，生育率低更加应该重视。专家分析，对5年前开始，台湾新生儿人数是逐年下降，到今年9月只有8万桶，而且生育年龄一直提悬，危险性也增加。根据国发会推估，台湾总人口2049年会在2000万人以下。专家建议政府爱学韩国甲澳洲，用生育减税抑个免税这诱因来鼓励结婚生育。记者综合报道。也新竹市有议员讲最近伫咧学校、伫咧徛街附近，即个摸出警是愈来愈多，就惊讲会有非法的跋筊，甚至讲这违法的代志去互学生接触到。议员呢，就要求市府爱去查、爱去定相关的处置条例。新竹市三民国小边啊，离无到150公尺，出现一间写导游，实际上是麻雀馆的店家。市议员指出，最近新竹市学校也有主题区食课位出现愈来愈多，击败写甲德州科技棒这场所，引起民众的不满。烦恼有非法跋筊情形，要求市府爱落实稽查，若有违法爱强力来一评。都不改善，是不是停止使用断水断电？我们绝对不会放任，只要有违法，我们该办就办，该处理就处理。市长。新竹市府讲，会依照休闲活动场管业定期管理要点加强办理，会参考其他县市经验，建议推动处置条例草案。也来以台北市为例，现已敢对电子游戏场业有处置条例，像入红仔机店，普通级电子游戏场必须离学校50公尺，网咖必须离200公尺，限制级电子游戏场爱离1000公尺。严格击败写这场馆无伫这个限制。实际观察伫内湖就几啊间瓦郡学校，对此台北市议员呼吁应该比较电子游戏场订定相关条例。这类的场所应该比照电子游戏相关的规定在学校的100公尺以内不得设立，不要让青少年呢接触到赌博或是地下博弈的这些事情针对申请有休闲活动场馆业营业项目者，预审系统将会提出警示，提醒该场所并不包含供人打麻将、扑克牌等警示标语。台北市商业处讲，这是以源头管理方式规范登记真侪休闲活动场馆业业者袂用有拍麻将、开七棒这跋筊，也若是有用人民团体名义成立的场所，查到牵涉跋筊，会处以罚款，也是长水长电。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第62届金马奖的颁奖典礼展伫咧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来举行。也今年中正是以幸福之路的男主角第2届摕到影帝，也中国艺人范冰冰是以代表这出电影摕到最佳女主角。每当拍电影，每一个角色致敬完同一出来，就火力全开，互后边大导演李安也真袂调入去，斗阵配合演出。第62届金马奖登场，竞争激烈，最佳女主角拼到最后一刻，由中国女明星范冰冰以第部红后，虽然无法度参加，毋过知影得奖的时阵，伫电话迄一边煞靠甲无法度讲话。其实对我而言，不只是外形上的转变。也是我与角色之间一次非常深刻的灵魂的共振。影帝是由张震以幸福之路摕到，电影是讲新移民的故事。伊第一摆得奖，感谢爸爸、亲人，也有所有热爱电影的人。我要献给所有热爱电影的你们，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下去，我也可以继续下去，一起热爱电影。86岁陈淑芳伫68年的演员生涯内底，用深厚的底蕴感动无数的观众，得到终身成就奖。伊讲，若心内有爱有热情，永远无年回故路。演出白色恐怖时代之下小人物故事的大梦，带观众重回民国40年代动乱台湾，最后拍败经济强敌，包办4项大奖，加做这一届上头名。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全国语文竞赛拜6礼拜是伫咧台中来举办，对国小、国家社会组，全台湾超过2000个选手来参比赛，提出上好的表现。教育亲像大舞台，何出笑亏拢总来。选手的表情、声音拢充满自信，用词甲发音嘛真正班。全国基本竞赛决赛国竞赛23展开，伫台语朗读甲台语演说项目的教师组，有袂少拢是台语老师来参加比赛，就是要做互学生看，也含囡仔分享比赛经验。另外，也有学校的主任讲，因厝里读圣经拢是用台语、罗马拼音，计划退休了后要投入台语的教学，即马也开始真正台语。我为细汉看阮阿妈读圣经，圣经吼，迄念出来就是台语。阮老爸嘛有伫教会甲士大人读圣经用的罗马拼音，细汉我就感觉讲台语是真牛的代志。我教台语已经20多年，我对台语的文学真喜欢。阮学生伫较装卡，较无出来搞甲人行搭，然后利用鼓励因出来徛咧舞台面顶。今年较无共款的是，台语和客语的情景式演说，是对过去的世界图讲故事，改作现场抽文字题目，写文章才上台讲。主办单位强调，安尼会当互选手发挥的范围更宽、更较自由。也拿后礼拜比的读者剧场，是事先提供互4位学生剧本，互因做回演讲，希望互偌济囡仔拢有参与的机会。以前是世界图，即马是互你一个题目，你会当自由发挥。会当将你生活中所经历的这些代志，甲大家分享。竞赛已经迈入第80届了，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的本土语文读者剧场呢，团体赛呢是第1年正式的做举办。全国基本竞赛国竞赛部分，礼拜尾暗暝就会伫官方网站公告第1的名单。也拿团体赛的读者剧场，后礼拜日11月30会伫台中市私立新民高中举行。记者辛怡台中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北部地区18度至27度。中部地区16度至28度，南部地区17度至29度，东部这边18度至28度，外岛地区17度至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稍等来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报，明仔载港机的时间再会。